台南的乡亲热情的邀请，今仔日已经是第10场的演出咯。吼，去年呢，阮是9月来咱台南巡回，今年呢是第1摆来到咱这先天上帝庙演出。吼，阮规团来到这呢，受到咱上帝庙的主委吼江主委，啊，甲咱所有的委员吼义工，对阮非常热情的招待。咱江主委吼，为了款待阮团吼。特地赶倒来，然后早起7点就起来准备吼，哇，准备为我们中午准备了一顿美味佳肴，我们讲个真欢喜的，哈！再次在这里感谢江主委，感谢我们玄天上帝庙，谢谢你们。好，祝咱天天上帝庙身体平安，好，祝咱台南的乡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第一演出开始进行呢，我们要先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小小的活动，就是由这个玄天上帝庙的江主委跟我们厦门区歌戏剧团的朱伟杰朱团长一起上台来交换礼品。好，我们现在彭华祥来姐哈，来，我们热情的欢迎我们的玄天上帝庙的江主委，还有我们歌子戏团的朱伟杰朱团长一起上台来完成这个仪式。戏剧团送出的礼物是我们有演员上在演员的这个精美的海报。